我去第一日入到去我就跌落懸崖，跌咗100尺度，但係冇死到。以前咧，媽媽都有教我一樣嘢，佢話咧，你唔可能唔求人嘅，即係你過咗身之後啊，你都要求啲五座先生抬你出去嚇，所以都唔可以太高估自己嘅力量。哇！而家個樣好後生，我唔係我個心都好後生嘅。今日最緊要健康嘅嘉賓咧就係周華山博士。華山咧係社會學同埋心理學嘅專家嚟㗎。如果要打通身心靈健康之門咧，揾佢傾咧就最啱㗎啦。呢個節目咧係由六健通贊助嘅。六健通中國嘅古方配製，有益身心，絕冇任何嘅藥或者係化學物品嘅成分嘅。每日飲翻1-2杯都會令到你身心健康嘅。我日日都飲㗎，你飲咗未啊？六健通6種天然食材，防三高、抗氧化。我陳志雲誠意推薦。每集節目完結之前，都會有個有獎問答環節嘅。如果你都想參加嘅話，就記得睇到尾啦。嗱，如果講到健康嘅問題咧，就梗係揾翻一啲朋友啦，係可以好似喺華山上面論劍嘅咁嘅功力先至可以同我哋講啦。咁今日好高興咧，就揾到周華山博士嘅，你好啊，志雲大師。咁我今日其實好榮幸嘅，真係我即係好期盼今日啊！我終於第一次親眼親身可以即係拜會啦嚇。哇！唔好咁客氣嚇。仲要先，我要爆個秘密先，唔好意思啊，忍唔住啊！我覺得不可思議啊！如果你做醫學，你會明嘅。我琴晚一路喺度做好多 research， 睇翻志雲 channel 啦，起我底啊，真係好正啊！幾千條片啦，即係琴棋書畫、國際政治、人生、社會動態、經濟，即係咩都有。而我就問你個 production crew， 即係個拍攝團隊係點啊？志雲大師同我講，一條友一支公，係難以置信㗎。佢有個助手啊 Patrick 喺度啊 ，Patrick 都話要好努力先追趕到志雲大師。唔係，我都追趕唔到你，因為你每一集咧，即係裏邊資料又豐富啦，又答問題啦，真係好犀利。但係今日啦，問下你健康心得啦。好。阿華山，你介唔介意話俾我哋聽你幾多歲啊？哎呀，我今年大鑊啦！係我62歲，今個月63歲。係咁都唔係好大鑊啫，我大你3歲。我 check 咗，你勁我好多啊，估都估唔到啊，志雲大師。你點樣 keep fit 保持自己身體健康嘅咧？睇落你都即係好精神下喎。OK 㗎，我好多方面㗎，我游水啦、行山啦，我差唔多每日都行山嘅。每日都行啊？差唔多，因為我搬屋咧，我當年搬由上環搬落灣仔，因為我哋嘅 centre 喺灣仔嚇。咁我唯一嘅指示俾個地產 agent 咧，就一定要喺呢一度啦，行到落嚟嘅。經過同合和中心，因為合和中心一上就上山嘅，幾分鐘就上山嘅。同埋灣仔摩利臣山泳池中間，我一定要揾個地方，大小唔重要。咁叫佢揾咗個地方。我而家上山每一日，我由屋企行去5分鐘咧，已經上到一個鳥語花香，淨係人行冇車行嘅地方。係啊，超開心。咁你每日行山嘅意思就係行呢段路？係。同時我有啲秘笈嘅。係嗱，呢個緊要啦，華山秘笈啊，睇下點樣嘅健康秘笈先。多謝志雲大師加持啊嚇！我有幾招係真係成日用嘅。我後來之後帶 workshop 啊，好似森林浴咧，而家好流行嘅心靈靜心嘅森林浴。我都試過一次。係嘛？我有時我哋團隊有時去行咧，我就好，我哋玩個遊戲，哇！大家係喊晒㗎，好感動嘅，有3招嘅，我分享下好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嗱，大家可以試下㗎，我唔知係咪適合你啊？好適合我。我帶好多工作坊收費㗎嚇，都係呢3招。咁就第一招係點樣咧？上山嘅時候，首先帶一個少少嘅問題，一個少少嘅疑惑。我而家正面對緊嘅。譬如移民唔移民，離婚唔離婚，轉工唔轉工依類啦。我哋會面對嘅。如果你冇任何，即係有抉擇嗰啲啦。係啦，或者如果冇任何問題，非常好嘅就係上天，你今日俾一個咩啟示俾我？我願意聆聽。帶咗一個咁簡單嘅問題行上去，然後行嘅時候咧，盡量有一段時間係一個人嘅，如果可以。就要同朋友一齊嘅時候咧，我哋有幾分鐘係安靜，大家唔好傾偈，即係俾自己安靜啦。然後點咧？聽啲風講嘢，聽個雲講嘢，聽啲樹講嘢。聽啲花講嘢，即係多啲打開自己嘅心去 feel 啊！譬如我有一次行街見到有一隻雀仔側邊死咗，後面死咗，嗰刻我好觸動啊！因為我淨係帶住一個好猛憎、好憤怒嘅問題，咁我即刻睇到哇！真係佛陀講生老病死，即係就係見到個死屍
讓悉達多王子開悟咁樣。嗰刻我有啲眼淚慢慢流咗出嚟，因為當我哋打開我哋嘅心，我哋睇到大自然係充滿智慧，有好多我哋願意聽會聽到好多信息。咁呢個好簡單嘅啫，一個念嚟嘅啫，帶住個少少嘅問題啦，然後行嘅時候打開自己嘅心啦，有意識地去聽花風樹水天氣陽光，即係蜜蜂同我講嘢，咁靜心去聽，然後就係咁就得㗎啦，唔需要用頭腦思索。我無數次當我落翻山係唔記得咗㗎，豁然開朗。嗱咁你第一樣，第二樣係咩？第一招好，第二招點啊？哇！第二招有典故喎，就係當年我跟阿關進堂神父學嘅，關進堂神父帶 walking meditation。一行禪師嚟香港，其中好重要人令到一行禪師嚟到香港就係關進堂神父。喺20幾年前，一個天主教嘅神父帶引一個佛教全世界好有名嘅出家人，所以呢個神父係好唔簡單，我好尊敬關神父。我有一次參與工作坊就係行 walking meditation， 即係行禪啊。咁佢好正，左一步感謝宇宙大愛嘅祝福，右腳踏出一步，將呢個祝福送俾我家人，送俾我伴侶，送俾我仔女，送俾香港人，送俾所有嘅人。然後左腳有一步好慢咁行，又感恩上天俾我嘅祝福，或者感恩我嘅前度啊，感恩我嘅婚姻啊，我爸爸媽媽啊，感恩所有嘢，即係感恩別人俾我嘅祝福。然後右腳一步就將個祝福傳開去，就係咁簡單。咁然後你行得順嘅時候咧，你唔需要再跟足呢一個節奏，呢個係一個起點嚟嘅啫，一個結構等我哋開展到。跟住你可以跟住講我愛自己，或者感恩父母嘅愛，即係一路可以將個感恩祝福嘅能量傳開去嘅。所以唔係就咁行嘅，係感受宇宙大愛嘅祝福，然後將份祝福傳開去。所以佢稱之為 walking meditation， 即係一個靜心，一個好似即係冥想，但係行即係動態嘅靜心嚟嘅。咁呢個如果我有時我帶我特別上邊有一個石春嘅，我日日都行嗰個石春嘅，即係明啊，腳底按摩啦。咁好正，我只能夠咁講。第三個秘笈咧，哇，好犀利啊！好，第三個秘笈咧就係我叫 tree meditation 啊，大樹靜心。係。咁我好中意大樹嘅嚇，因為我覺得樹大根深嚇。好多時我見到啲好大大樹，我中意攬住佢啦，至少掂一掂佢啦，靜一靜幾秒鐘嘅啫。一掂落去咧，好多時我即刻覺得我心係 settle 踏實咗嘅，因為我感受棵樹可能100年、1000年，佢真係嗰個樹大根深，即係扎根於心，扎根於大地，根深蒂固。係啦，咁然後個 tree meditation 幾好嘅，即係可以坐低嘅，俾自己靜咧，感受自己係一棵樹嚟嘅，或者企喺度都得嘅嚇。然後企喺度點咧？感受天上嘅爸爸，天上大地嘅爸爸，然後好似一條線拉起自己咁嘅，所以我嘅脊椎會高咗嘅。有冇留意我依刻高咗2寸？又挺直咗。然後個地係點咧？感受係大地母親。嗱，當然係一個比喻嚟嘅啫，因為我哋每個人都係嚟自爸爸媽媽精子卵子嘅結合，咁所以就係感受，其實係一個比喻，就比喻宇宙嘅大愛係循環不息嘅，得唔得？將所有負面嘅能量、憤怒、悲傷、無奈、恐懼、內疚、自責，沿住腳板底中間湧泉穴，因為呢個中醫啊，湧泉係排毒嘅地方啦，就喺湧泉穴釋放出嚟，就去到宇宙無邊無際嘅深處。嗱，緊記，譬如我哋而家依家21樓啊，你唔好落到唔係去到20樓啊。唔係整衰啲人啊，係去到大地無邊無際嘅深處，咁變咗天上爸爸，地上媽媽，即係大地母親一個循環啦。咁呢個大樹靜心都係我好中意嘅。嗱，咁你啱啱講嗰個行山咧，其實你呢個健康咧就唔係淨係身體喎，係身心靈嘅健康嚟嘅喎。咁你呢一個成個程序咧係會幾耐時間到㗎？智仁大師講得好好啊，即係成個身心靈嘅嚇。咁因為我好相信呢個信念就係身體健康咧，我個人覺得啦嚇，其實終極係嚟自情緒健康，嚟自關係健康，嚟自自我價值健康。如果你啱失戀、啱離婚、啱喪偶、啱俾人鬧、啱傷害完人，或者俾人傷害完，你嘅身體好難有健康。甚至可能即刻出好多皮膚病啊、腫瘤啊，或者各類型慢慢就會出現。咁所以係啦，身心靈一體啦嚇。咁要幾長時間就因人因情況而異嘅，就唔一定要3個做晒嘅，我都係隨緣隨心嘅。咁通常第一個我差唔多一定做嘅，因為第一個係就係有啲咩抉擇。係啦，一個念嚟嘅啫，唔一定係好痛苦嘅事嘅，淨係
可能特別譬如我哋好多團隊好多成員啦，即係有投訴啊，有啲嘢要處理啊，我就依刻要處理一個，唔一定係咩煩惱，但係我要做一個重要嘅決定，譬如我要推一個 program，我要推一個課程，點推好咧？揾邊個咧？嗱，唔一定係痛苦嘅事嚟㗎，總之可以係一個好 happy problem、joyful problem 都可以嘅。但我帶住一個我要處理嘅事情或者一段關係，點處理咧？咁我帶住佢，然後呢個念，然後個心態就係順天意非我意，即係為天所愛，為天所用，即係唔係靠我嘅死力，唔係即係唔係呢種能量，係一種好溫柔、好輕鬆。即係願你的旨意成就在地，如同成就在天。主禱文，即係呢一樣嗱，呢個冇宗教㗎，即係任何人都呢個上天只係講緊比生命更大嘅力量，宇宙嘅真善美啫。所以無論你任何信仰背景都好適合嘅。咁帶住個念去行咧，好奇妙啊！特別如果講量子物理學咧，即係每一個念釋放出嚟，一定同成個宇宙同頻率嘅念咧係同頻共振嚇，咁所以 synchronize 嚇，咁所以好奇妙嘅，好多時行下忽然間就〜叮就會豁然開朗。諗有句説話咧，叫話春有百花，秋有月嚇，夏有涼風，冬有雪。若無閒事記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啦。咁啊，就算你冇好大嘅煩惱都好，我相信咧，總有一啲雜嘅思念啊，係令你自己有啲煩擾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幾好方法喎。一方面可以行，未必要出好多汗啊，係咪？你慢慢行啦。但係都係有一啲心肺運動啦，係咪？咁對自己身體又好啦，又可以將自己嗰啲俗念淨化落嚟。冇錯。可能嗰個答案咧就喺你嘅環境嘅周圍，俾到一啲啟示，你叮咁你就得啦。係啊，你講得好啊，志雲，即係其實香港都好好，香港真係福地嚟㗎。我哋嘅綠色嘅地方都唔少，其實相當多嘅，同埋好靚。就算你喺市區住，譬如喺灣仔，我真係好感激灣仔，即係我呢個地方，我而家每日都可以行山，即係行好快啫。我行上去有時半個鐘、40分鐘，我翻返落嚟，唔使1個鐘，我已經翻屋企，做緊嘢。但係成個人係煥然一新嘅，係豁然開朗啦，豁然開朗，係啊！大自然咧就真係力量啊好大嘅，有時都令我哋要畏懼添啊！就好似啱啱都冇幾耐之前啦，每逢農曆年都舉辦嗰個嘅香港嘅4徑啊嗰個嘅挑戰賽嚇，你可以知道而家大自然嘅力量幾大，你要去挑戰自己嘅能量啊！行晒4條行山徑咁，唔瞓覺啊，盡量咁你可以知道幾危險嘅，其實幾危險嘅，真係都有危險嘅。如果你未必準備好嘅，你唔好去參加。咁但係對於呢啲咁樣嘅運動啊，呢啲 extreme sport 啊，極端運動，你又點睇咧？哇！我真係冇資格答啊！第一我冇真係 join 過，但係我值得講啊！我諗起一個。死過翻生啊！其實99% 係死嘅。被譽為全中國最危險嗰條路，被譽為從來冇遊客夠膽去嘅嗰條路，獨龍族啊，喺雲南同四川交界嘅地方，雲界好邊嘅啦，係文面女。我出一本書嘅，我陣間俾大家睇。文面女之嘛，我出一本書。咁當時係藝發局 sponsor， 我喺大陸生活咗好多年，做好多少數民族嘅研究。我喺摩蘇做女兒國嘅研究。當時我見到紋面族好，仲係紋面嘅喎，女性喎，紋到好誇張嘅喎，即係幾百年歷史，我可以做研究。我去第一日入到去，我就跌落懸崖，跌咗100尺度，但係冇死到，仲要差唔多每日都聽到幾日咧就聽到有人跌死嘅。佢成個懸崖邊起嗰個民族嘅，個民族有4000人，佢喺懸崖幾千年嘅啦已經嚇。我想講嗱，嗰個因為好危險嗰條路咧，即係行，所以好少遊客入去。正話啱志雲大師問就係點睇一啲咁 extreme 嘅運動咧？我係覺得 yes and no 嘅，即係因為我都有嗰個性格嘅，要挑戰，好挑戰 excellence。我成日啲嘢冇人做，我做。我成日睇有冇人做，依家啲人做得好出色啊！你嚟啊，祝福你。拋離太遠啦，譬如睇你嗰啲 channel，拋離好遠啦。即係，但係如果見到有啲嘢冇人做喎，即係我好有興趣，因為好想挑戰生命嘅極限，即係為咗夢想、為咗使命，可以去得幾盡。同時有時我真係覺得，我而家我唔知，可能我心態變咗咧。我會覺得，如果我哋有一個揾到比自己生命更大嘅力量同價值咧。我哋會比較 discipline， 比較自律，比較成熟，同埋會謙卑。
我係一個極度唔謙卑嘅人，我係一個極度咪等我嚟嘅，所以我試過幾次好危險，出好多事，人際關係出事，事業出事，好多嘢出事。後來因為夠痛，我覺得 oh no， 華山再係咁落去，你玩完，你玩夠未？終於有一日我真係好似醒一醒咁樣，咁我唔再行呢個風險。即係關鍵唔在於危險或者安全，而係我想我人生點過。如果我真係想人生對個社會有啲價值，我會渴望自己好踏實，同埋有一個團隊一齊去貢獻俾個社會。係都要承認我嗰陣時以前咧，媽媽都有教我一樣嘢，佢話咧，你唔可能唔求人嘅，即係你過咗身之後啊，你都要求啲五臟先生抬你出去嚇，所以都唔可以太高估自己嘅力量。哇！媽媽呢句好犀利喎。係啊，佢喺生前會講到，即係佢個想像，佢已經好 anticipate， 或者好似預演咗自己離世會係點樣喎。係啊，然後將呢個變成對個愛兒嘅一種嘅價值，係啊，一個溫馨嘅提示。呢個好，我聽落去好溫暖，亦都感受到媽媽嘅修為喎，有啲功力喎，都幾高嘅。係啊，唔錯啊，佢噏得出，因為好多長輩唔講得，好忌諱呢啲嘢噶嘛。係啊，但係佢主動咁樣變成同你一個，我哋後生仔唔會諗呢啲嘢噶嘛。係啊，唔會嘅，嗰陣時後生。而家都好後生。嗱，咁而家個樣好後生。我個心都好後生。OK。嗱，仲有一個問題完結之前問埋你啦嚇，因為我又知道你係心理學嘅專家啦，咁你有社會學啦。嗱，大家成日討論咧，而家嗰個追星文化咧，就即係哇，我都見啊，因為我喺電台咧見到，哇，佢真係通宵喺度等。即係其實呢種現象，我好明白佢哋嘅心情啊。呢種現象健唔健康嘅咧？對心理係咪一種健唔健康嘅反應咧？咁嗱，我唔敢講啊，我唔敢用呢個字眼。我只能講第一，呢個係一個好正常、好自然嘅集體慾望投射嚟嘅。當成個社會成長，當然唔同階段、唔同族群有唔同投射嘅對象同埋需要，係揭示緊佢內在未處理嘅慾望，或者佢想逃避嘅一啲傷痛嘅。每個人唔同嘅，每個人唔同嘅。同時一般嚟講咧，係講呢個一定有集體性嘅。譬如我最近香港最流行姓姜嗰位男子啦嚇，姜濤可以講嘅。姜濤啊，盧瀚霆啊，我今次冇講錯啦，第一次講下盧冠廷。OK， 好。咁我覺得好明顯嘅就係點解我哋會投射喺一個我哋覺得佢好純品，我哋覺得佢好善良，我哋覺得佢冇侵略性。仲要我哋刻意揀一個本來係一個肥仔，唔係本來一出世就好型、好靚仔嗰啲殺手嗰隻。點解唔係揀嗰隻咧？好明顯就好代入到我本來都係肥仔嚟㗎，我考第尾啊，我冇你咁叻啊，即係好慘，冇好自卑啊。好 relatable 係啦，即係可以同我產生嘅關係。好 relatable 啊，即係即刻我就係咁，我都係咁啊，好好啊。因為如果你個太靚仔、太靚女啊，太遠啦，拋離太喂老細唔得啊，即係。投射唔到啊，因為覺得咁啊幾好喎！嗱，我自己揾到個人可以投射落去嘅話咧，咁其實對我嘅心靈健康係有幫助嘅喎。係㗎。嗱，從呢個角度講咧，係有一個集體療愈同投射嘅功能，有一個功能。同時咧，如果只係停留喺呢個階段，亦都有個危險嘅，因為只係冇處理到，係透過集體嘅慾望投射喺個偶像身上，逃避咗我該處理我自己。譬如我唔接納自己啦，我唔愛自己啦，我討厭自己啦。或者我好憎我老豆啦，我好憎我阿媽啦，我又唔去處理呢啲問題喎，但係只係去追星咧，咁呢個唔係好健康。所以我自己係我個人啦，純粹我冇資格講，我係特別欣賞有一啲 icon 有啲一啲星咧。如果佢真係發起一啲慈善活動持續嘅，令到佢啲歌迷會 fans 唔係淨係迷戀我一個，你做乜淨係迷戀我一個？咁冇意義嘅，即係除咗 boost up 我 ego，即係令到我覺得自己好偉大、好勁之外，如果能夠都真係為個社會千萬。幾多香港人而家幾辛苦啊！連揾食開，即係除咗兩餸飯之外，各行各市都好吃力，兩餸飯都唔容易做，係嘛？即係如果我能夠真係為有需要嘅人做多少少嘢，即係借助自己嘅明星，借助自己即係啲人嘅投射，我哋一齊去帶動嗰個社會公益，譬如小朋友啊、弱勢社群，我覺得呢個我會特別感動同欣賞。係啊，亦都甚至可以讓呢班粉絲都試下一齊
除咗關懷社會，又一齊提升自己內在嘅質素。嗱，咁真係好高興啊嚇！咁啊，華山兄咧今日俾咗好多健康 tips 我哋，咁啊冇嘢咧係比健康更加重要嘅，而其中咧亦都冇嘢比自己識得愛惜自己係更加重要嘅。好感謝阿華山，咁我咧就送贈兩個紀念品俾你啊！呢個咧就係中國古方配製綠健通，哇！冇藥嘅成分嘅。好容易嘅啫，嗱，如果你擺耐咗，你未飲咧，你熬一熬佢就得㗎啦。咁唔需要擺雪櫃嘅。咁啊飲10毫升，好少，唔使就咁飲，係就咁飲。早午晚你或者晏晝唔方便飲，隨時飲都得。但係呢一個咧就係旅行裝，方便你旅行嘅陣。咁飲啦。其實你飲多啲都冇妨嘅，對身體好啊。好，多謝。好，多謝晒。Thank you，感謝大家。周華山博士打通健康之門嘅方法係 A 行多啲山。B 靜坐多一啲，有興趣參加嘅朋友，請填妥以下 Google Form 報名表格，答中而又被揀選嘅朋友，將會得到綠健通便攜套裝2包，一次過可以試齊綠健通、激美健、保健通。